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聽闊邊漫遊。闊邊係代表 footprint， 有人行過嘅路俾你參考。我只係結合自己真實嘅故事，希望俾到一條可行嘅路線。唔使驚，路唔係淨係得一條。有冇試過明明你係好坦白咁樣講出自己嘅感受，但係對方就意會唔到，甚至會對你產生懷疑？我嘅性格係會比較直來直往，寧願唔出聲唔回應，都唔想講大話。但係有啲時候就會因為咁而令到自己俾人感覺好負面。我明白嘅，其實唔會每一個人都可以明白到自己。我記得有一次我同啲同事傾開偈，當時我係 under 一個比自己年紀輕啲嘅人。我起初都會懷疑自己，但係諗深一層，其實對方一定係有啲過人之處，而我係冇嘅。咁當然啦，相處耐咗，其實都印證到呢一點。於是我當時就同啲同事講，其實我覺得我上司好叻，我有喺佢身上面學到嘢。當時有啲同事個表情就覺得有啲驚訝，甚至有位同事就講出口話：哇，你都幾識講嘢㗎喎。咁我自問呢，就真係一啲都冇擦鞋嘅諗法。我心諗，如果我係一早就升咗做 manager 啦。咁好可惜嘅係呢，大部分嘅人都只會覺得我純粹喺度想講啲好聽嘅說話啊，擦鞋啊。但係我只不過係想純粹表達我對我上司嘅欣賞。咁經過咗呢件事之後呢，我後來就算想讚都會忍住，就算真係講咗出口啦，都會做定一個心理準備，就係又有機會會俾人誤會咯。咁我就喺度諗啦，明明人性的弱點呢本書都係話讚美永不嫌多嘅，咁點解完全冇書入邊講嘅效果嘅呢？甚至係有反效果添。我喺睇呢本書嘅初期呢，其實都係充滿住好奇啦，同埋期待，因為就會見到好多 YouTuber 都有講呢本書，而且佢係長期都會喺暢銷書嘅排行榜入邊。咁我諗一定好勁啦呢本書，但係偏偏喺我睇呢本書嘅時候呢，就 keep 住都有一種覺得好違和、好唔實在嘅感覺。咁於是乎，我睇晒成本書之後呢，我真係忍唔住啦，我就第一時間捉住我另一半同我一齊喺度傾，我就重新再消化下，其實就發現原來唔係我奇怪喎，而係呢本書呢，其實佢係有需要注意嘅地方嘅，喺睇嘅時候。咁先至聲明啦，我依家呢，其實就唔係話本書唔值得睇，又或者本書有問題。只不過係我會想提醒一下大家呢，喺睇書嘅時候會注意一下我以下落嚟會講嘅嘢，咁希望可以幫到大家避開一啲會令自己瀨嘢嘅陷阱啦。咁首先我想講呢，其實呢本書係喺90年前寫噶啦，咁佢出版嘅時代同依家其實都爭好遠。當時啲人呢，多數都係好容易會相信其他人嘅善意或者好意，思想都冇咁複雜，而且文化背景亦都會好唔同。我覺得書入邊嘅例子實在太過理想化，純粹係因為啲例子好有年代感。而另外呢，佢講到關於讚美，咁其實喺呢個咁複雜嘅社會，最好呢都係可以做到單對單嘅情況之下去讚美對方啊。因為你永遠都唔會知道你身邊聽到你講嘢嘅人係點樣睇你，佢點樣去理解你所謂嘅讚美係咪有目的，甚至佢哋本身係咪對你有惡意，而呢啲所有嘅嘢都有機會影響你讚美嘅效果。咁最安全嘅做法呢，就係你係喺1對1嘅情況下，最好附近冇其他人啊，
而且對方嘅性格呢，亦都唔係成日喺度猜度其他人，甚至佢亦都會對你嘅性格有一定嘅理解。喺呢個情況下呢，你就可以選擇去讚佢啦。咁其實呢，有一個重點係我當初自己都忽略咗嘅，就係你發現佢優點嘅呢個心路歷程，最好都係講埋出口俾對方知。因為你越能夠講出前因後果呢，其實對方就越容易接受到，佢會覺得你個人夠真。因為簡單一句讚人哋叻呢，實在係太容易啦，冇內涵，好容易會令人誤會。或者試下換個位置諗，你係俾我讚嗰個人，又會有咩諗法呢？以上都係我自己檢討完得出嚟嘅結論。我唔相信有100% 安全嘅做法，所以我都係純粹分享我嘅諗法，希望對你會有啲啟發啦。你有冇試過一啲類似嘅情況？你又會點樣去處理讚美呢件事呢？如果有，歡迎留言講俾我知，我好想聽你嘅故事。多謝你收聽闊邊漫遊。如果鍾意呢條片，記住俾個 like 支持下。想繼續收聽之後嘅內容，就記得撳埋個鐘仔，有新片出嘅時候，你就會收到通知㗎喇。我哋下條片再傾，拜拜。